下輩特篇文章各有世界空格，請根據文章嘅意思同讀意200讀出應該填入空格嘅詩詞。單線題，我們先來看一篇文章。哇，真嘅很多詩哦！不過看到文章有很多詩，千萬唔好緊張。我們可以見招拆招，一題一題來解決。一下，我們先來看第一行。阿妹上來熬萬醬，親像鮮魚下飯。也把東江阿妹如何讀到晚年？這裡的空格要填什麼呢？我們回頭看上一句的意思。也把東江阿妹如何讀到晚年？他的爸爸很怕阿美在路上遇到壞人會怎樣？我們先看選項。第一解冇個實，第二解不用你說，第三解實的故，第四解懂什麼？我們來了解這4個選項的華語意思。選項一，冇個實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選項2，不用你說，放過他。選項3，實力鼓，用盡全力。選項4，懂什麼，非常認真。所以兩題嘅答案應該是選1。冇個實，怕遇到壞人不知如何是好。所以我們可以先一題一題選好答案，最後再將整篇文章完整讀一次。文章刷落來係請來潛心教練訓練阿妹。阿妹真不懂腳，騎個衝流也緊來緊衝。雖然知道不過佢看到自家嘅進步，沒知道懂得。阿妹進步得很快，她所舉起的重量也越來越重。雖然她覺得，不過他看到自己的進步，也覺得很值得。我們來看看第2題的選項有哪些。第一解，心力、精神和氣力。第二解，實力，實際擁有的力量、能力。第三解，有力，強勁有力氣。第4解，實力，吃力。因為騎個衝流也緊來緊衝，舉的重量越來越重，所以他會覺得吃力。所以兩題嘅答案，我們要選 C， 實力。刷落來。我們繼續看文章，想辦法練到歸心三元切，咪當相愛太難。有時節無聲兒出上，一相愛標劈，特別阿妹相愛標劈計下，是為是聽人講過，危險係珍惜純菜界。